就现在让收看，把你打给我，想你啊。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署名这张全族语的创作流行音乐的专辑即将问世，而且专辑的巡回的演出时间告昭一下全世界。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署名的巡回时间，在5月15号的时候的晚上8点是在乐沃，希望大家能够届时赶快到现场。8片演唱会。那6月19号礼拜六呢，在台北的西门河岸留言，台中是在6月25号台中福县，然后高雄的这个博二是在7月3号，台东都兰的月光小站是在7月4号。重点是这些全部的售票演唱的所有的费用要捐到当做部落青少年的文化教育训练的费用。这一点真的全省掌声鼓励，真的很棒。署名他要把这个演唱的收入捐给部落的小朋友的那个养成的文化教育的训练，对不对？巴嘎龙爱的训练，所以大家一定不会忘记署名的精神、署名的力量，还有署名的文化的扎根哦。希望大家能够努力的鼓励他。最后来看他的照片，在倒数计时的照片哦。今天是倒数第4天，我们看到了在都兰部落传来的这个最新倒数4天，后面有糯米酒、小米酒，有没有？喜酪有没有？有没有？甜酿酒有没有？是不是有倒数第4天？全世界朋友请注意，原住民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署名的专辑，注意创作专辑倒数4天，一定要好好来支持他。最后署名来给大家期待，就自己给自己的鼓励，好不好？讲一句话。我是觉得，就是语言它不会是听音乐的一种隔阂，然后我希望借着这样音乐的交流，让大家会更认识原住民的文化，然后更认同。都已经有哈日族、哈韩族，你们也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为什么没有哈阿美族这样？一定要哈，我们一定要哈阿美。哈原住民族，原住民要加油，原住民的年轻人一定要站出来，一定要勇于表现自己，而且回归部落。回归部落，我们让这个声音能够更有力量的来穿透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能够到国际。今天我们要祝福署名，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原住民的族语创作的专辑。谢谢大家的收看，巴黎拿给我，明天见，我是阿洛，祝大家晚安。